最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在。洪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东部等咧落大雨，也传出灾情。依然有一寡学校停班停课，兰树绿岛也有过道停班停课。有宫庙的公主呢，吸收现役合体军人，唔来去投影片，军事机密阁剔好换钱，目前有10个人被起诉。中国七套米亚传婚前刑事局鉴定改造了后，会当亲像前迄一样，政府对网络平台切断，也袂当搁再违背。讲到这潭美风太外围环流加上对东北季风的强盘效应影响，东部地区当咧落大雨，一那宜兰北环公路也有崩山的灾情，一寡市区的车路也拢有淹水，民众就咧烦恼讲，这疏花路龙会登去，就提早对花莲上北。一那宜兰四季国小的英数分校24是停班停课一天，台东的兰树含绿岛也是过道了后停班停课。怪手拍拼咧赶工课，希望赶紧甲车路拍通。宜兰北环公路第7线90公里的所在，因为连续落雨，地势土就放落来。疏花路龙从调到和平这段，正正因为3度2风台地势水崩山，互铁路甲公路未通。即马路虽然已经会通，不过民众烦恼落大水后，会搁一届互车路断站。会担心说会受到台美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吗？会啊，对啊。所以有没有做提早出发的？有提早出发的要。头前暗坑淹水，警方赶紧把路封起来，避免车辆入去。潭美风太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强破效应的影响，东部的雨势不了大，宜兰部分所在出现淹水的情形。四季国校英数分校日是因为山区车路断站，停班停课一天。台东兰树甲绿岛中昼12点开始停班停课，不过宜兰23暗时宣布停班停课，由各机关家己决定，消防批评会提责任。还好，就不影响上课啦。不会 ，OK。是可以早一点宣布啦，早点讲。对，因为我们如果要接送小孩的话，然后又要上班的话，可能那边等消息会有一点困扰。依照目前现行停班课的一个规定，各机关本来也就可以依照地形的一个状况或是现状来做一个宣布。官府表示，山区的天气变化真大，当地公所较有法度掌握在地情形，而且嘛符合相关的法规，尊重公所的判断。预计今天、接下来一直到明天的清晨都是降雨的高峰期，在北基以及宜花东地区都要留意豪雨或者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出现。根据气象署的统计，23饭店月到达，台北阳明山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宜兰山区嘛有300毫米。估计日是下晡到25透早，也是落雨的高峰期。湘北、基隆、甲宜兰花莲，拢爱注意会落大雨，或者是有的所在会落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风太外围环流风势真大，气象署针对着西半部含外岛发布这强风特报，这2天也传出灾情啊！这彰化有办公大楼玻璃破去，也有邮便书收汇款的袋啊，互风吹去。伫台中和偏湖，也有民众骑奥多摆骑到跋跋倒，标咧学校的运动场，也有规片PU跑道，互风吹甲翘起来。玻璃伫566下半天悬海来海去，涂骹的车路有几涂骹的碎玻璃。风台外围环流带来强风，彰化市中山路一栋商办大楼的玻璃，日时中昼好亲像叫强风吹落去。这个公司一个员工落楼有封锁线的时阵，互一直落来的玻璃击到头甲骹，当场血插地，随风送去急救。6楼跟5楼伊的迄个玻璃就是风太大，把它吹到破掉。现在即马搁一地底下咧海呢。中部23就开始透强风，彰化外海新港乡23有一个邮差工作时阵经过美港公路，因为透强风跋倒，大收汇款的袋啊煞叫风吹去，内底有4000外嘛放风吹，到尾也敢若吹转啊2000块，赶紧报警求协助。邮局是讲会家己吸收。我们这边因为天灾它是不可抗力的，那我们彰化大局长说这边会由我们局方自行吸收，所以不会去危害到同仁的权益。
配合二是嘛，透10级的阵风，威力呐轻度风台。观音电园区的灯节装置艺术伫风中一直海，电鼓风吹甲飞起。北寮毛西云海景点，插红旗啊，禁止游客挖近。马经是有不少骑机车的人，因为透强风煞跋倒。风伤透啦，风伤头啊，骑袂稳啊咧。台中二是早起刷落一个有线电视电缆线，去大风吹落去，两台经过的机车无细日去搞到跋倒，其中39岁姓林的查某人骑车跋倒，伤势较严重，目前伫家护病房观察。过道遭吹落之电线，致双方驾驶皆摔车后受伤。送光田医院急救。苗栗23号透强风，苗栗市建国路行道树倒规排，管理员詹文学伫头份服务处的玻璃门叫强风吹甲破去。德南镇大东高中运动场PU跑道，互强风掀几了10公尺，原定举行的运动比赛紧急喊停。至少先维修成可以让学生可以用，那至少校庆也勉强可以使用这样的状况。学校是讲已经有甲县政府报修，好在再无师生受伤，后续会争取经费改建，赶紧互学生囡仔有一个安全运动的场所。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有查到国内有一间公庙公主涉嫌透过放荡来含宗教活动吸收权益含体育军人，那叫因穿军服廿5车旗的旗啊，佮翕这导航影片，那准交出这军事机密呢，相关会当领到15万块。检方调查了后，依照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嫌，甲这10个人提起公诉。那准有军人身份的，拢建议法院就要甲因判重刑。坐伫警备车顶悬几下的嫌犯移家，去变做中国的间谍，尤其内面个军人涉嫌替中国在做代志。中国找到国军来斗3工，牵线的人就是伊。30多岁姓李的查某人，伫新北市的芦洲这个公庙做公主，有帮派背景，去对方做宗教的交流，涉嫌互中国的情报单位吸收，等来台湾了后渗透咱的国军。平常伊本来是袂歹啊，伊甲出面头尾真好爽啊。伊也袂讲作大牌也是啥啊。伫厝边的眼内有好印象，这细丽的公主所发现讲，靠宗教活动找现役还是退役的军人，嘛用放大的机会去诱士官兵。警方调查，军方有9个人互吸收，是包括陆海空军，军界内面上悬的有够中位。宗教活动的时候，就会吸收到我们这些的信徒。那这些信徒如果他有一个相关的军事背景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去接触，请他再跟他现役的一个军中同袍做接触，再用这个金钱来去利诱他们。经过检方侦办，落尾是认定有8个军人涉案，现役的占5个，照涉犯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含贪污罪罪嫌起诉，向法院来求处重刑。高检大骂这个人，敢若因为个人的利益，就出卖国家含人民，毋若是穿军衫、提5星旗、翕导航的深圳影片，佮交付军事航线图这机密文件，用这去换上悬15万的报酬。近年来侦办的共谍案，大多都是官兵主动检举。未来也会持续去严密的稽核资讯保密，发挥保防跟侦防的能量。专案内容逼出来，就是宜兰基层员警过去是调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连署案，意外去捉出来案外案。这摆阁是第一件警方查到的中国间谍案。只是最近中国间谍案是一直出现，面对中国一直想要来渗透，安怎有效来防范，已经是需要随处理的部分，避免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联合来舰军演期间，就风声讲，咱海军海防大队部署的情形，中共拢有掌握。针对着这项的证据，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强调，战术的位置无可能一打两领。也那美国呢，也对昨开始进行来舰演习咯。就日本媒体分析讲，这场演习应该是为着要应对台湾若准出代志所来演练的。中国顶一日进行2024联合来舰 B 的军演，讲要为台封锁控制。针对外界有风声讲，防控台海甲防控台湾是无共款的。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封锁控制是无正确的名词。封锁是 blockade， 在国际法上是有定义的。它的定义就是说，它要平等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所谓你划定一个禁航区，它一定会影响这里的区域和平稳定。对美国期刊的报道，中国发动联合来舰军演的期间，国军有向方飞弹的海防大队，隐蔽的所在已经互公开，便若开战可能就会随风消灭。郭立雄强调讲，战术的位置袂干那一个所在。我们主要现在就在
着重在于这个在战力保存的阶段，要着重于信息管理。那我们要部署的战术位置也不是只有一个啊。因为中国最近联合内舰的军演，加速台海局势加悬。美国、日本内舰演习嘛，伫23举行。根据日本媒体指出，这是烦恼台湾有代志实施的大规模军演。郭立雄嘛讲，咱国并无受到邀请去观察，不过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网络顶头出现一种中国的佚佗名叫做成婚证，高雄警方扩大追查，一个月就查到79件，是因为刑事局鉴定了后，认定这种成婚证会当伤人，若准互人摕去改造，就当亲像穿去一样。警方也含这所谓发展部合作，对网络平台开始甲因切断，店家是袂当搁再卖。尤其惊讶，这炮仔就发射出去。最近几年，互中国拢在销的射炮仔的佚佗米成分钱，现在在中国的网站都来翕因第一摆耍的影片，嘛有人因为安尼受伤。台湾警方最近阁发现有毋正分子甲成分钱改做穿，高雄敢若3.2分局就查到76件。它具有这种可以冲击中心离火撞针的这一个类似的装置，那只要稍加改造，那在它的前方引燃更大的火药量，或是填充金属物体的话，那肯定会产生杀伤力。专家分析，上加送的这红色底火，因为火药量非常低，那正常使用确实就敢若佚佗米，但是成分钱的构造本身就是简单的火药发射装置，那小可改造就敢若更逼称同款。刑事局实测查到的成分钱改造枪械，确认伊的动量是会当扔入去人体批靶站。金属的铝板，那所以说我们打破那片铝板之后，就知道它一定会超过20焦每平方公分。那再超过多少，就要取决于它实际装的火药量。简单改造就有杀伤力，拍开中国的电商平台，卖价是真济，一支卖台票无到150是真好买。台湾贸易者引进，警方已经伫严查各大的电商平台，发现穿云箭类似商品及通报刑事局办理。并由速发部协助将穿云箭之资讯转发各大电商，以阻断贩售。目前多已下架。警方讲，民众若身躯顶有成分钱，互查到，会互照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法办，提醒民众莫因为好奇就去买，才袂结果违法再来后悔。记者综合报道。艺人周杰伦伫咧台巨蛋要开演唱会，23开始卖，就卖15万张的这个门票啊！网络顶头也出现着这黄牛票，甚至一张花到30万。警方也抓到讲，这是全台湾上阶段黄牛票内群组，目前已经有11件登咧侦办了。发现呢是有不法的集团，先运用大量的假账号的资料，并且运用扫票程式。在售票网站上进行扫票，那并且哄抬价格来兜售。那该集团呢，在网络上呢是号称是全国最大的代购的一个票券的管道，那并且声称保证预售。以近期艺人周杰伦在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为例，那我们发现这个不法集团至少有上百组的客人预付代购的价格来购买黄牛票。这个票贩啊，竟然讲有5万名的买众，最近佮挂保证讲提早伫咧卖周杰伦大巨蛋演唱会黄牛票，警方已经抓到2名嫌犯，也依照着这涉嫌违反着这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专案小组也全面清查网络平台，统计到23，已经立案侦办，塔价要卖已经有11件了。根据着这观光署的统计，2024顶半年，这博物馆的造访人次、中正纪念堂有195万人次，排伫咧第1名。啊，那这故宫博物院却是排伫咧第6。着立委指出讲，这故宫的热度，逐年拢伫咧降，应该要有所规划才是。特别是这故宫南院的交通问题，真歹吸引到这外国观光客。故宫收藏上万件国宝，真侪是世界出名的文物。2015年参观人数是亚洲第1，不过根据观光署统计，2024年顶半档博物馆的参访人数，故宫89万7000外排第6，中正纪念堂以195万外人次排头名。这样的名次，我想这个院长有没有觉得很遗憾？
当然很遗憾哈，可是因为原因很多了哈，教育部的4个馆哈爬到上面的话，因为教育部有业配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动用那个整个教育行政。那另外一个故宫的门票，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里面最高的哈。故宫参访人次减少，院长肖壮宏表达遗憾，讲是侪原因所致。立委郭志温指出，2016年来台旅客走访的景点，故宫排第3，超过4成来台湾的旅客都捌去过故宫。这几年去故宫的人数渐渐减少，要特别注意。也那南面的数据更较惨，交通接送甲观光宣传拢有真大的问题。你怎么到南院？这的确是当初在规划重要的一个文化设施，没有去完整考量的一个配套。我当然知道故宫现在研究的量能或者是相关的经费跟预算可能都有一些不足的部分，但是故宫企划的能力应该可以更强。立委陈培如指出，故宫应该有更较强的策展能力甲行销宣传。肖壮宏讲，这2档的展览办了真好，煞无通声更较侪人来。故宫伫国际化的时代，并无更较好，要继续检讨甲拍拼。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反送中运动了后，真侪香港人选择来到台湾追求这民主甲自由。立委会主委邱水正指出，讲这5年来已经有5万的香港澳门人士摕到居留证，也那1万人伫咧台湾定居。伊嘛表示，讲未来会继续协助移居台湾的香港人，甲因斗阵来守护民主甲自由。册店内面挂满民主自由的画字，册架啊顶面放的拢是香港政治的禁册。这间铜锣湾册店原本伫香港开业，后来因为2019年的铜锣湾册店事件，林英基先生出面讲出伊互中国政府拘留的过程，引起几千名的香港民众赞声游行。后来2019年反送中运动，林英基先生彻底失望，选择离开生活60档的故乡，来到台湾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台湾将来也是，我们看起来也是挺麻烦，共产党会搞台湾。其实可以去加拿大、去美国都没问题的，但是我喜欢台湾，也希望可以好好保护台湾。除了册店头家林英基以外，香港反送中过后，嘛有侪香港学生，因为自细汉就真喜意台湾的音乐、电影，决心来台湾找找梦想，做甲艺文相关的工课。因为伊阁想要转去香港看父母，也烦恼有无好的效应，所以伊无要面对镜头接受访问。最初想来台湾是因为我国高中开始就会听台湾的音乐，然后接连就是有认知到，其实台湾整个艺文的那个土壤这样的丰盛，然后大家都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这样，在台湾的铜锣湾册店，伫10月17搬厝刷位重新开幕。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嘛特别亲心送花篮到册店，甲林英基先生交流。陆委会表示，反送中运动了后，这5年来一定有5万名的港澳人士摕到台湾的居留证，1万名的港澳人士来台定居。陆委会希望台湾的民主自由会当愈徛愈在，或者香港人甲台湾他乡变故乡。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有印度涉谷称呼的班加罗尔，日有一栋长咧起的7层楼落大雨的时阵，摔来倒去，包括工人在内有20多个人当场防抬起来，上部有8人死亡，18个防救出来。当地政府是表示讲，这栋楼仔厝是违法起厝，结果有问题，这厝主的后生含建商呢已经防掠起来啊。监视器画面显示，这栋长伫时间的白色建筑，向坍起倒落。规栋建筑倒伫涂骹，互人看了会惊。这件事故是伫有印度涉谷称呼的班加罗尔发生的。一栋7层楼建筑，日下晡伫连续几天落大雨了后，煞规个倒去。当时内底有20外个工人走袂赴，煞叫换台。消息一日传出来，救援人员透暝乌骨抢救，目前已经知影有10外人防救出来，不过死亡人数嘛持续升悬。家属知影消息真伤心。当局为建筑现出来的基础结构研判，大雨毋是造成大楼倒去的原因，是时间不同甲头工建料造成的。It is not on water rain. It is on the bad quality of putting the pillar. Not according to my technical team, they feel that the proper iron rods have not been there. Proper foundation was not been there. That is why it has happened.
官员指出，厝住伫真下区辖区七站楼建筑已经违法在身，有关当局捌3届发出停工令，不过业者也是继续施工，唔再造成无大挽回的悲剧。目前包括业主的后生，也甲一个承包商拢已经互逮捕，当时下令市内所有违法的建筑爱随停工。专家是批评相关执法是安怎一直无法度落实，恐惊嘛是爱彻底来检讨。公司新闻詹伟敏编译。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国营的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总部昨发生爆炸，现场各有人开枪，尚无有5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这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是一件恐怖攻击，认定是长期以来和政府做对头的库德族工人党做的。目击者伫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停车场外口听到枪声，所来就大爆炸。土耳其政府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案。初步调查研判，真有可能是长期甲土耳其政府对徛的库德族工人党因策划执行的。攻击者伫咧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办公室，甲炸药引爆，而且开枪。攻击者内底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已经互打死。Bu tür eylemlerle kıyaslandığı zaman PKK terör örgütü olduğuyla ilgili kuvvetli。土耳其国防部23暗时宣布，已经对伊拉克北部、甲叙利亚北部的库德族办军目标发动空袭。根据监视器的画面，迄天至少有2个人伫咧航太工业公司的入口附近开枪，死者大部分是员工，另外有一个是计程车的司机。根据地方媒体报道，攻击者先把计程车的司机抬死，再搁把伊的车驶走去犯案。受伤的人内底有特种部队的成员，也有人伫罗西亚出席金正峰会总统埃尔多安接到相关的消息，讲安全部队已经解除威胁，任何恐怖分子的作为拢无法度达到目的。Bu menfur terör saldırısını lanetliyor. Şehitlerimize Allah'tan rahmet diliyorum. 库德族工人党伫咧1979年成立，目的是透过武力伫咧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甲叙利亚各界库德族人因大的所在建立独立的国家。这个党嘛已经互土耳其、欧盟甲美国认定是恐怖组织。土耳其政府对这个攻击进行媒体封锁，国内大部分的所在拢无法度使用社群媒体，嘛呼吁相关的信息都应该删除，请民众唔通转传，拒绝替恐怖主义传播消息。土耳其航太工业是因重要的国防甲航空企业之一。土耳其头一只国产的战机，就是这间公司生产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捌做过新加坡电信总裁，也就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小弟李显阳，烦恼讲伊去和大兄李显龙政治对杀，进前受到这英国政府批准，甲伊政治庇护。不过新加坡政府强调讲，李显阳所讲的代志是无影无遮的，因翁仔某随时会当回来新加坡。2015年过身的新加坡头一任总理李光耀，拢总有3个子女。大汉囝李显龙2004年接任总理的职务，一直到2024年5月卸任。另外，还有担任脑神经科医师。这个月初过身的查某囝李伟玲，也甲捌担任新加坡电信总裁的细汉囝李显荣。李光耀过身将近10年来，2个后生李显龙甲李显荣都为着安怎处理李家的旧厝一直争论，成为新加坡国内外真热门的话题。李显荣当时主张遵照李光耀的遗愿，甲旧厝拆掉。李显荣是主张爱保留。News of the private dispute between my siblings and me. I deeply regret that this dispute has affected Singapore's reputation and Singaporeans' confidence.2019年大选，两兄弟正式分路。李显荣加入新成立的反对党新加坡前进党，当时甲姐姐李伟玲持续批评担任总理的哥哥，也有真侪政府高官，甚至演变成妨害名誉的司法案件。I've been trying to help by walking the ground, knocking on doors, meeting people, talking to them. We think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hich we have tried to highlight.除了李显荣伫社群媒体批评政府大文，互法院判决妨害名誉，伊担任律师的交林雪芬，也互政府指控是提供假口径，互人调查。李显荣指控大哥动用国家机器对因翁某政治迫害，英国政府是认为因所讲的是事实，同意互因难民的身份。不过新加坡方面是坚持李显荣的指控无影无遮。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是慢慢接近，Trump 和附近的民调是加正晚，两边的阵营拢伫咧注意，任何代志若总发生，拢有可能改变这局势。两个候选人也一直接受专访，甚至去到摇摆州做势，要把这票割掉。
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伫11月初投票，10月份的突发事件，候选人无有够的时间反应，历史上几落届改变选举结果，所以互人叫做10月惊喜。Will it be a scandal? Will it be a crisis? Will it be the outbreak of war? Will it be misinformation, something planted by the opposition party or even from a foreign government? 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本届选前可能出现10月惊喜，包括海伦米尔顿这个洪泰在后的政治效应，也甲中东局势升温所造成的犹太裔、阿拉伯裔加反战学生囡仔选票流动。不过，嘛有专家认为，拜登退选加川普互人攻击的事件已经发生，所以较无可能阁有会当改变结局的10月惊喜。2016年希拉蕊克林顿竞选总统，联邦调查局伫选前11天宣布展开电邮门的调查，变做予伊败选的10月惊喜。伊的翁婿前总统克林顿23伫亚利桑那州向会的选民吹票，指控共和党人是制造怀疑甲分裂的天才，川普是出自己喙爱万东万西人。福音地嘛引用川普前幕僚长凯利的专访内容，警告川普心境错乱、独裁主义、追求无受限制的权力。That Donald Trump's former chief of staff, John Kelly, a retired four-star general, confirmed that while Donald Trump was president, he said he wanted generals like Adolf Hitler had. Donald Trump said that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He wants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him. 迄天，川普是伫无确定州乔治亚做势，争取关键的16张选举人票，拍移民牌。This border is 10 times, 15 times worse than it was in 2016, as you know. But we're going to stop it, and we're going to deport all of these criminals that have been brought into the country. 川普嘛积极吸引基督教福音教派人士，迄天参加宗教主题活动，坚固保守派选票。目前选情正晚，提早投票正踊跃。两个候选人伫最后2礼拜，会甲大部分的时间锁定乔治亚甲宾州这两个上大的关键政区。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北检侦办警花城案对查这政治献金的起向，今日用证人的身份约谈基隆市长谢国良来说明。另外，在阿被告的台北市机关应交比羁押期特别末路，台北地方法院今日也召开验押庭，庭审了后，甲人送登去看守所，裁定是也未公布。今天想要什么事情来廉政署？基隆市长谢国良忽然间出现伫廉政署，伊讲一句是来作证的，其他都无想要加讲。新闻部到2点钟就去台北地检署。面对媒体的问题，谢国良干那笑笑拢无回答，随着去接受复讯。检方侦办警花城案继续厘清金流，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口做的政治献金的名单，逼出有谢国良伫内面。即马嘛传出讲捐钱的是伊的妈妈。北检回应讲，侦查中无方便评论。再怎么问，我也是依法律的规定以及我们自己作证的义务，是没有办法来跟大家做任何内容上面的讨论。我们会把作证的义务把它做好，其他的我就不方便多评论了。谢国良以证人的身份，向通知到案来说明。经过讯问了后，请回对专案伊是拢无加讲一句。受访的时阵较烦恼的是家人的护士。同款第二是台北地院嘛提审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当红羁押应晓薇羁押期就要满啊！经过检方申请验押，法院早起是召开验押庭，经过1点多钟的庭审，互伊登去看守所，裁定结果还未公布。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同款羁押的期限嘛要到的，还有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英，验押庭已经伫23开啊，到底听押是验押，即嘛嘛未公布。检方调查专案，向法院申请扣押警花城的土地嘛准啊，不过伫订阅公司控告了后，是互台湾高等法院发回台北地方法院来竞裁。我都尊重那个检察官的一个侦办哈，那这也之后看着一个报道哈，那这个是这次事情如何？那消息来源如何？哈，这个我并不清楚。就算原裁定方撤销，但是台北市长周万安讲，法院还未竞裁，现阶段同款是未互警花城时间勘验。除了警花城案，各界各关心北检侦办郭文铁涉入的政治献金案，日时嘛以被告的身份，搁一摆来约谈木科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冠。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明年度的总预算案，大家是真关心。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下晡，搁再召开朝野协商，希望找出共识。因若今仔日协商结论已经出来了，朝野同意11月初1、初5这2天内，会邀请行政院长加主计长相关部会报告总预算编列，而且搁爱接受质询。民众戴帽啊，穿红帽，唔惊风雨。伫立法院外口，那也招关注民、医护、甲农民，诉求行政院关注民紧急补偿，都爱变好教业。公粮收购的计数爱起，还有提悬健保点答。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亲身出席，外口的民众大声提出诉求。立法院内底嘛为总预算案持续交锋。立法院长韩国瑜24下晡，搁一届召开朝野协商，超白平所在也是卡伫紧迫补偿。21条的原住民的一个基本法里面，它就规定到支出，然后它18条里面就是规定到收入。如果不足的部分，我们由基金的财源先行去支应，那支应的结果不足，我们在以后年度来拨补。你依法编列，这不是难事啊，你就把总预算做相关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调整。你如果是用基金的方式来做拨补的话，但明年后年呢？那被这个用关注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来拨补是违法违规。另外，提关公粮收购的计数嘛是攻防的焦点。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讲，目前起肥料甲农药嘛起价，所以干那公粮收购的计数13年拢无起。13年没调啦，为什么不调呢？工资也涨了，物价也涨了，军工价都调薪调了5次了，劳工的基本工资已经调了几次了，凭什么上弱势的农民不照顾呢？民进党强调讲，若搁一届甲总预算动落来，就是无咧要以所有的民生需求。3兆的总预算如果持续没有办法往前推进，又有台风要来了，新增的159亿的治水预算能不能够被支用呢？在新年度。针对到阳台进前捌讲，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会思考适限的可能性。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目前还未讨论适限救济。民进党立院党团早起开始，在议场的门口轮班点伫遐，要拼25议会会当优先提案，后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会当顺利复位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这公路局的统计，公路和市区客运目前欠司机关2215人，游览车是欠2500人到3000人左右。着立委伫咧烦恼讲，这驾驶员减少会影响到公共运输。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未来会提升运价，而且提悬这驾驶的薪水吸引人才。客运慢慢驶入去转运站，准备迎接坐车民众。只是望过去，那公路客运坐车人无亲像较早较济，驾驶员往有欠工的问题。工作压力大，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客数多，而且有时候还要面临奥客的不合理的公审，那诸如此类啊，都让很多年轻朋友对我们这个行业却步。比起公路客运驾驶，逐天有固定上下班时间，游览车司机毋都爱赶旅游行程，为早无闲甲暗，下班时间佫定定无固定。偏向于用车时数下去做规范，在合理的工时内，那我们拿合理的价钱。这么多的一个样态可以做驾驶，但是他就不一定要来这个产业做这个游览车的驾驶的这么危险性、风险高的工作。大客车驾驶欠工问题有偌严重？数字会讲话。根据公路局的统计，公路客运驾驶人拢总3625人，欠772人；市区客运目前有10806人，欠工1473人；游览车客运有17084个驾驶，欠工问题上严重，有2500人至3000人。有立委伫交通委员会提出统计司机的薪水，平均月薪是6万至9万，按过薪水有超过1/3拢是加班费。针对大客车驾驶人力不足，交通部长陈世凯提出解放。开放到68岁以下都可以来开这个客运，1300多人的这个人数有留下。我们希望有一些外籍的移工跟侨外生可以补充到这方面的人力。陈世凯表示，有关交外生甲移工担任驾驶，目前还搁咧研究。若是欠工问题，会当为运价开始调整，透过提升运价，同时指定用伫提升驾驶的薪资。公路局原来继续招募，补充差不多3000外人力。记者综合报道。
电影听人伫咧讲，好天就爱种这雨来娘，真侪代志拢是提供予准备好势的人。这所谓发展部今仔日伫咧台东呢，就展示咱台湾头一粒国产国造的高空气球通信平台。那准咱台湾当到这天灾地变信号登记的时阵呢，这粒气球呢会当提供11公里以内信号。那准发生战争，也会当确保某一寡地区有通讯的信号停好使用。风真透，工程人员进行高空气球升空的测试。这粒高空气球通信平台是结合产官学打造的头一粒国产国造有白线的高空气球，而是伫台东鹿野高台测试甲展示。这粒高空气球会当飞到800公尺悬，而且稳定停伫遐，提供半径差不多11公里，面积差不多380平方公里地面网络的范围。这个范围比台北市还更加大，会当强化通信应变的韧性。当你地面完全通信不通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的就这些设备。但是这些卫星当然会受地形的限制，因为在山谷你就是没有。然后甚至于就是说，在战争的时候，可靠度也会毕竟我们不是我们国人自己掌控的设备。所谓发展部强调讲，亲像低轨道、中轨道或者是东部卫星，伫实务上也是有一寡限制。伫战争的时阵，完全是别人在控制的。因若这种有白线的高空通信平台，有法度载动，卖当长时间停伫空中等等的特性，加上技术相对成熟，所以所谓发展部选择为这开始做。这嘛，正做国内少数成功的案例，加上挂轻燃料的电池，会当放80点钟无问题。也就是讲，伫黄金救援的27点钟内，会当提供稳定通信。那我们最需要救援的时候，就是台风过后的时候，通信系统都被破坏之后，你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就可以提供马上我们自主的一个自己国人自己自主的一个方案。使用它的时候，我们这个可以传到指挥中心，让这些指挥中心的长官知道说我们在这个救灾的现场，它是什么状况。台湾较会拄到风灾甲地震，透过高空通信平台提供的临时信号，结合无人机，会当协助搜救的工作。而且这种高空气球会当持续停留伫半空中超过14天，提高灾害期间通信恢复的效率，也有提升灾区的通信能力。不过，因为高空气球升空的时阵，需要伫风4级的安全条件之下来操作。台东鹿野高台测试的迄一天，因为风伤透，所以无法度顺利升空。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行行出状元，讲到咱即马呢，大家拢是知识分子，拢有这读册的功夫。那准你有法度读这个万里书，不如机艺在身。伫咧国际技能竞赛，今年咱台湾的选手呢，摕到2块金牌、3块金牌、10块铜牌，也有20倍优胜这款的好成绩。不过，根据着这教育部的统计，台湾的技职学生逐年拢伫咧减少。劳动部今仔日也举办这技能竞赛成果的座谈会，透过分享台湾的技职培训计划，促进民众对技职发展的关注。有路的线条、花蕊甲册结合做一个花艺作品，这是2024国际技能竞赛花艺金牌国手林奕宏的作品。国际技能竞赛佮号做技能奥运，今年伫法国举办，台湾摕到2金、3银、10铜、20倍优胜的好成绩。69个参赛国当中排第4，让国际看到台湾的技能实力。我们去参加国际比赛不只是办理竞赛，会有很多活动、研讨会、厂商的展览，然后主题馆。除了竞赛以外，就是交流是很重要，各国的交流。总统府主席沈荣津也分享，技职人才甲国家经济发展关系真深。亲像台湾疫情时代生产水暗的工具机器，到即马 AI 时代的精密设备零件，拢有技职领域的人才参与。日本跟德国这2个国家，它重视技职的培养跟训练，所以它在工业方面有它的一个独到之处。那台湾呢，这几年来也是一样。云嘉南这个资讯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南区最大的一个资讯中心，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前期的得到金银牌、铜牌的这一些师傅我们留起来当我们这个业师，让他的专业得到更多的肯定跟传承。虽然技能竞赛成绩显目，但是受少子化等等因素影响。根据教育部的统计，高职学生10年以来减少超过19万人，整体高职学生占比也为56%降到49%。
劳动部表示，当日参考育部、经济部、民间企业合作，打造平台，鼓励少年人学专业技术。记者郭李玉凯台北报道。关心电风树服务在地人，这指控技术闹热干豆节拜六起讲啊，到时阵呢，这干豆鸡啊呢会有500个人同齐采鸡闹热。今年是干豆节第10年，特别用干豆正丰富的南亚生态做主题，邀请艺术家做伙伫咧社区创作。这10年来，因为这社区居民、学校、民间企业各界大家热情参与斗相共，希望互干豆这个地方特色、自然文化，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对音乐的节奏天气跳舞，干豆里舞蹈班的成员扮演做过冬鸟，当咧准备拜六干豆节的舞蹈表演。干豆有丰富的南亚地生态，是过冬鸟重要的生态地。这个2024闹热干豆节特别以过冬鸟加南亚地为主题，透过艺术创作的方式，用音乐、舞蹈在地食食，去展现人家干豆地区之间的故事。我感觉参加这个活动袂歹，就像人迄落嘉年华一样，很热闹。那有在地迄种文化，有妈祖啊，有那个什么北艺大的舞蹈团什么，就有结合地方的那个特色。艺术家也运用废弃物来增碳，或者的资源回收材料，搁再利用，展现新的生命力，搁有干豆过冬鸟的特色。这些废物啊，利用一下，然后在这个时候就发酵了，视觉上也会变成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一个最主要是要维护这个湿地，还有很多给我们疗愈的这些鸟。2024闹热干豆节拜六起过，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干豆节拄好满10岁，这10冬来，透过和在地居民、学校、民间企业、甲团体共同合作，让干豆地区有丰富的生命力。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2冬无办采鸡的活动，今年即将会请当地500个民众做伙来采鸡大游行。除了采鸡活动，到时阵现场也会有市集体验工作坊。活动结束也会甲以南亚地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展现伫干豆各社区的角落，希望互民众斗阵来认捌干豆的自然文化底地。记者中国的谢桂玲台北报道。唔知观众朋友，你有偌久的时间无伫咧恁兜附近行看看咧？来看新竹这1955年成立的新竹公会堂，即摆也号做是新竹生活美学馆。为了要互民众了解到公会堂丰富多元的空间，因设计出一套互动游戏，若适合无同年龄的人来耍，连新长者也会当耍哦。咱做伙来看卖。透过设计出的游戏，伫公会堂内底行来行去。想办法找出正确的答案，可当利用手机啊来知影新竹公会堂的建筑特色。那民众感觉真趣味，连听众者也当欣赏新竹公会堂。我自己在新竹这边已经待了很久了，但是其实对于新竹的历史文化，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对，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对啊，我就想说好奇来看看，对，多接触。对，就也希望能够吸取更多的资讯，听更多的故事。这个历史，讲阮建筑物的，拢有足侪故事会当讲，但是平常啦，咱民众来到这的时阵，无人甲伊介绍，也是讲因可能只会当去问迄导览老师。所以讲，咱这个游戏希望互民众来的时阵，因会当家己借这个游戏，家己去耍啊。每一关呢，伊拢甲公会堂的建筑物有关系。公会堂2022年完成整修工程，重新对外开放了后，为着让民众会当认捌这座有丰富历史的老建筑，即摆利用游戏，让民众过关来了解公会堂过去历史甲文化。透过闯关、探险，还有就是类似侦探的那种的观察的方式啊，然后合作来完成这个体验。那这是我们这次用游戏场馆游戏化，希望能够活化这个场地。美学馆指出，将来11月份开始，特别安排市场导览人员，带大家体验游戏以外，民众买当直接借游戏工具，试看卖家己敢有法度过关，做伙用佚佗的方式来认捌新竹公会堂的建筑历史。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台南大学参游戏公司合作，利用 AI 科技研发戏剧版本的机器人，才透过网络就当使用。文化部也当咧思考讲，要安怎把这项功能推广到家庭，和本土语言直播共领域拢会当多元使用。无论用台语讲什么，这位合作台英会戏剧机器人，就随讲英语回答你，来让参人开讲透新闻，佮唱歌跳舞互你看。台南大学用国科会产学合作计划，联合国网中心等资源，参游戏公司合作，这回甲机器人设计成放假的模样，互囡仔学母语更加深熟。迄个台湾家己发展吼，利用迄个 Meta 这间公司的一寡基本的 model 做出来物件吼，这个物件本来是华语、英语，阮特别搁为客家话、台语拢放咧内底。各种不同的载具拢会使，你若有网络的所在，有手机啊，你得当开讲台语、学英语，这样对囡仔来讲，因对卡阿公阿嬷，一个共同的语言。其实台南大学正正捌研发实体机器人，互囡仔通学母语，会考虑为何成本甲方便推广。即个才发展这款戏剧式的机器人，伊嘛是坐去台南两间国小企业，囡仔反应拢真好。发表会当讲嘛，坐外县市学校等单位专工来观摩，把讨论要安怎打造合适母语的环境。要学语言环境机会，这是最要紧的因素，所以方便佫有趣味会真容易。一礼拜1点钟或者是2点钟，实在是无够，所以要安怎用透过这个机器人入咧家庭内底，互咱的囡仔伫咧厝的时阵嘛有这个环境甲伊学习。这个计划文化部会真来关心，看要安怎合作。AI 科技源头需要靠大量的计算，目前伊嘛按算11月先开放100家庭来体验，后续伊嘛透过训练甲分析来加强台语的技巧，来提升跨语言学习的效果甲影响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新竹关西有一个姓范卖茶米的生意人，竟然进口越南茶米，甲重新加工包包咧，继续是台湾高山茶。伫网络顶头卖赚的乌心钱超过200万，互检方依照违反涉案法诈欺处宰等罪嫌起诉。自民国110年1月到110年6月间，自其他茶厂购入越南产地茶叶，并指示员工伪装成台湾高山茶叶，以此方式获利达新台币223万7040元。被告所犯的罪名分别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假冒食品罪，以及刑法39之4加重诈欺取财，及刑法255条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这个生意人用品质较歹越南茶米，叫员工甲茶米加工，叫做是台湾的高山茶，而且这茶罐啊、飘头拢写甲袂输是台湾本地生产的款，才伫网络顶头卖，这乌心钱赚200多万，已经互检方起诉啊。疾管署23有公布，国内新增加2例本土天狗一个个案，一个是伫咧中和，一个是伫咧彰化溪州。这也是彰化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天狗一个个案。研判这2案拢是含这新北的群聚感染有关系。当地卫生单位也开始伫咧做防治的工作。卫生局大规模消毒，这是因为疾管署伫23公布，国内各增加2例本土天狗的个案，其中一例就伫咧彰化县溪州乡，这也是彰化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的个案。本县于10月21日接获医院通报，当日即完成详细疫调，经研判为高风险个案，随即于22日联合环保局、公所清洁队。陆续完成滋生源清除及化学防治工作。经过调查，彰化这位确诊天狗热的民众感染的是天狗热第2型病毒，捌去过新北市中和，初步研判甲中和新店的群聚感染有关系。医师也提醒民众，天狗热初期的症头甲感冒正相像，若出现筋肉、关节酸痛、起荨膜，都要特别注意。比较严重的头痛。甚至于一种类似于后眼窝的那个疼痛，那因为登革热它是属于病毒性的这个感染，所以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针对它的药物，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免疫力要做好。
卫生局强调，预防天狗热上好的方法，就是消灭炭病网生炭的所在，千万唔通因为天气转寒就放放风，亲像水桶、盆栽、高积水的所在，都要摒扫清气，避免天狗热炭开。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前顶渔港今年唔拿掠到10万吨的阿根廷鲈鱼，散卖数量也成长4成，渔获量是这3年来上界悬的。渔业署表示讲，会继续甲国际渔业组织合作，服育这海洋，提供予台湾品质好骨俗的海产。远洋渔船伫咧渔季结束之前，伫西北太平洋掠的散肉，一箱一箱拢已经底好势，准备要就市咯。根据台湾区游渔工会统计，今年散肉掠到6.7吨，平去年要加出4成。另外，今年台湾远洋舰队到南大西洋掠鳙鱼嘛有好收成，今年鳙鱼的介绍嘛对咧讲。今年有75只船啊，76只船啊去参加这个福克兰群岛伊的渔业合作，去年大概4万吨遐，今年10万吨，所以伊的产量增加差不多2倍半啦。较加嘿，较会好啦，加买就过来食。鳙鱼工会表示，早期鳙鱼拢是国外进口，即马工会的远洋舰队有107只船，台湾的舰队掠鱼的数量佫较是世界排头名。毋过为着渔业资源的永续发展，希望莫佫出现经过掠过量乌白掠的状况。鳙鱼工会嘛甲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合作，这几年掠鱼的数量哪来哪稳定。今年的一个产量的部分是这3年最高的也就是说，借由大家的一个协助跟努力的部分，让我们的资源有做了一些的回复跟成长的部分。那我们也希望业者还有就是各位的部分能共同来支持台湾的渔业，让我们的台湾渔业能永续。目前台湾远洋舰队掠的鳙鱼甲散卖产量，唔但会当供应咱国内市场的需求，佮通加工销去国外，用友善海洋生态的讨海工法，永续渔业资源。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家己的埔子甲布地是应采菜籽主要的产区，加161加170管道，伫咧埔子布地这站，今年差不多10月中开始呢，这田里应采拢会开始开白色的花。农民讲，这应采爱开花这个节日，所以这段期间会当看到在地植物的应采花海。白色的花伫田内底，若是就白雪盖伫顶面同款，会甲应采种甲开花，是因为要采收应采菜籽。家己管埔子布地是应采菜籽的产区，即马正是应采开花季节。而且它有点像下雪的感觉，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就是天气是热的，可是那个花看起来很疗愈，很舒压。对。我们菜籽用压啦。哦，所以爱看到开花就对啦。家己管的埔子甲布地两个所在种应采来收成菜籽的产量占台湾的9成5左右。农民讲，家己管沿海地区到秋冬了后，较袂落雨，风头水尾气候甲环境，才适合种蔬菜籽用的应采。应采起来个收成，拢搁加应采籽，看起来敢若像安尼寒人拄在落雪款型的，足水。农民表示，一般应采为种到采收，干那20天左右，但是要收成菜籽种的应采，就需要8个月以上的时间。10月中旬过后是花开的时间，不过应采花过中昼就会冷去，想要看到正水的应采花海，嘛该当伫遮的早时才看会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有人讲希腊是这个澳洲的这个鸭王国，有237种不同款的品种，真侪阁是特有种。不过研究也指出讲，这气候变迁引起的野火含降温，对希腊这鸭的族群数量、体型、寿命拢有重大影响。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的科学家去测量100年来5万只乌蝶标本的重量，模拟出气候变迁的过程，互因的体型愈来愈细这个变化。科学家讲，乌蝶是一种对环境的变化有高度敏感性的虫拖，高温互食物的花期愈来愈低，乌蝶的食物愈来愈少，体型嘛对咧变细。Η κλιματική αλλαγή επηρεάζει πεταλούδες με την αύξηση θερμοκρασίας, γιατί είναι εξωθερμοί και ημερήσιοι οργανισμοί και χρειάζονται θερμοκρασία για να πραγματοποιήσουν ορισμένες δραστηριότητες, όπως είναι η σύζευξη, η αναπαραγωγή και η ανάπτυξη και η διατροφή τους.
希腊是欧洲的蝴蝶王国，有237个无同的品种，真侪阁是当地的特有种。今年热天，各地一直出现野火，甲蝴蝶幼童寄生的食物烧掉，互幼童面对直接死亡的风险。以后嘛有可能因为会当生团的生虫无够多，逼这蝴蝶只好徙去其他的所在，维持家己的生存。Έχουμε παρατηρήσει ότι πλέον οι πεταλούδες μετακινούνται σε πιο βόρειες χώρες, όπου αυξάνεται η θερμοκρασία και εγκαταλείπουν τις χώρες όπου παραδοσιακά ζουν, διότι πλέον υπάρχει ερημοποίηση, υπάρχουν πολύ υψηλές θερμοκρασίες και αυτό είναι κάτι το οποίο δεν τους επιτρέπει να αναπαράγονται και να ζήσουν για πολύ καιρό. 科学家讲，一直凊悬的气温，当得威胁希腊蝴蝶的生存，必因徙去较凉的所在，但是伫遐阁要面对欠食物的难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3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宜澳金门马祖对21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